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asy House Ken。我用 AI 整咗一段小動畫，係講隻狗仔救咗隻貓仔。原本係裝修平台嘅我，點解會整呢段動畫呢？因為我覺得好多嘢呢，如果你係有興趣，係要實踐一次嘅，咁你先會可以初步了解到呢個技術係點嘅。咁所以我就放工花咗少少時間整咗一段試下啦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一隻金毛尋回犬，佢叫做 Buddy， 正沿住繁忙嘅街道開心咁跑步。開心咁喺條繁忙嘅街道細步跑緊，個鼻黐住個地，周不時都有車聲同遠處嘅人聲。無憂無慮又充滿精力嘅 Buddy 繼續佢開心嘅旅程，沿住條咁熱鬧嘅街行。突然之間，佢聽到好微弱、好驚嘅喵喵聲，打破咗寂靜，引咗 Buddy 去垃圾桶附近睇下咩事。喺一個被人丟棄嘅紙皮箱下面 ，Whiskers 呢隻細細隻嘅三花貓，成個世界對佢嚟講都係得個驚字。危機殺到兩隻大隻嘅流浪狗圍住佢嚟轉。啲咆哮聲同 Whiskers 嘅恐懼一齊回響，個氣氛好危險。Whiskers 走唔到，佢嘅恐慌同埋眼前嘅威脅一樣咁明顯。Buddy 大聲吠咗一下，想都唔想就衝咗去嗰兩隻流浪狗度。雖然佢細隻啲，但 Buddy 就好硬淨咁企咗喺啲狗同紙貓中間。兩隻流浪狗最後打尾咁走咗，好似被打敗咗咁。Whiskers 靜靜雞睇住 Buddy 點樣展現佢嘅勇氣，睇到定咗眼。Buddy 好溫柔咁帶住 Whiskers 行去安全嘅地方，好小心咁避開咗潛在嘅危險。佢哋一齊行嘅時候，Whiskers 開始發出咕咕聲，喺 Buddy 暖甩甩嘅毛度揾到安慰。好感人嘅一幕出現啦 ！Buddy 同 Whiskers 並排咁行，佢哋呢段估唔到嘅友誼就喺條行人路上面開始咗。佢哋去到 Buddy 間屋度，希望就喺度門後面等緊。Buddy 用手捉下道門，對眼好似喺度求救咁。Lily 開門，塊面首先好驚訝，跟住即刻明白咗，樣都軟化埋。佢見到隻污糟邋遢嘅貓仔，跟住笑到好溫暖、好安心。Lily 歡迎 Buddy 同 Whiskers 入屋，佢嘅存在即刻令到成間屋有種安全感。呢位好心嘅女人放低咗啲食物同水俾 Whiskers， 仲俾咗張軟氈佢彈。Buddy 留喺 Whiskers 附近，條尾輕輕咁搖，成個氣氛都好溫暖。Buddy 同 Whiskers 喺個花園度追蝴蝶，成個地方都充滿咗佢哋玩緊嘅能量。兩隻嘢好滿足咁喺個火爐側邊休息。成個畫面就係友誼嘅寫照，佢哋形影不離嘅關係帶咗好多歡樂俾 Lily 嘅生活，就好似一首充滿愛同陪伴嘅交響樂咁。喺暖洋洋嘅太陽下面 ，Lily 靜靜咁坐喺公園張凳度，塊面有個溫柔嘅笑容。金毛嘅 Buddy 同毛茸茸嘅波斯貓 Whiskers 喺草地度互相追逐，跳緊一段估唔到嘅友誼之舞。陽光透過橡樹葉射落嚟，整到有啲影。Buddy 輕輕推下 Whiskers， 佢哋嘅關係更加深厚。Whiskers 就好玩咁打返佢，佢哋嘅互動同大自然嘅聲音融為一體。中間就賣少少廣告，如果係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，可以揾 Easy House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， 而且佢哋仲有員工保證。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